有所规划。所以在规划当中，就是因材施教，有人就是很会煮饭，有人就很会唱歌，有人英文就非常好。那呢，让每一个人能够适得其所，发挥他的才华，才是最重要的哈。他有教无类，通通要知道，诲人不倦啊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。好，辅导呢是以身作则，做之君，做之亲，做之师，还要不倦不倦，持之以恒，久之变见功夫。所以呢，我们在教育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怎样陪同？如果我们没有陪着他，丢着他，很容易不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人照顾，而且发生事情没有人可以教，他不知道找谁教。然后再来陪同是有个优点，怎样呢？有时候呢，引导师他的引导师可能半途有什么状况，没有办法成长了，他没有人照顾了，我们必须找人来陪同他成长。好，那呢用制度化的方式来照顾他们。当然后续给大家看一个影片哦，教练鼓励小孩是英文的哈。好，就更用力出击。智慧太小吗？会好。用左手出拳真的很难。好，教练呢有讲到人事的道理，教他方法，告诉他，断的来，给他掌声。来，我们掌声一下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影片呢，在陪同值里面就是非常重要的。带着他，当他不行的时候，你是用什么方式来鼓励他？还是哎怎么那么笨啊，你是做不来？还是说像这个教练这样，给他人生道理？你也会哭，我也会哭啊，将心比心，他感到很安心。第二个，告诉他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，还再告诉他你没有尽全力，所以你才打不开嘛。所以呢，长善于救失，长他的善，告诉他好的应该怎么做，救他的失，他缺点在哪里，也要告诉他。所以最后小朋友还是会突破的哈。这个部分也是辅导者很重要的概念。再来呢，辅导分科的理念呢，其实这个在道上都是一样的，尊师重道，谨守合规，承上启下，道场伦理，佛规庄严，三清四正，维系道场稳固的根本力量，不忘根本，重视一条金线，根本原则不变，方法总变通。好。